阿公，你陪我一起画彩虹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喜欢粉色，红色感觉很热情。啊，可是我喜欢粉色，彩虹画黄色的啦。对，阿公，你们在讨论什么啊？糖糖姐姐，我跟阿公要画彩虹，可是我想画黄色，可是阿公想画红色的。这样啊，没问题，我有办法哦。哇，好了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是吧？你们知道亚黑马给谁？糖糖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说亚黑马给谁，就是这是什么颜色呢？我知道，有粉色。有粉色。没错，有红色，有黄色，还有橙色、绿色。你看，有这么多颜色，彩虹是不是变得更缤纷漂亮了呢？真的耶！亚黑马给谁？亚黑马给谁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对，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？我喜欢吃香蕉，所以是粉色、黄色。哇，香蕉好吃，我也喜欢哦。那你知道亚黑马给谁？这是粉色、红色。那么这个呢？亚黑马给谁？是橙色、绿色。好厉害哟！亚黑马给谁？亚黑马给谁？这是什么颜色？亚黑马给谁？这是什么颜色？跟着我一起念一遍。亚黑马给谁？学会了，厉害厉害！帕克乌拉拉，下次见。再来呀！